喂，大家好，这 ice cream 滴滴冰冰的，足凉的，我食是香草的，对，这个上香，这个上香最好食，足酥的，这阿巴卡多是 ice cream 加咖啡，真好吃。我嘅想法唔重要，骗人嘅面子较重要。你根本冇重视我嘅感受。我嘅意思就是讲，我哋大拍来，争取下嘅时间，你对我动有耐心，懂包容啊。